度咧其實就分開咗兩邊嘅。嗱呢邊就係羅漢啦，其實呢邊咧即係都有啦，都有羅漢啊。咁呢邊開始呢度係一個田王嚟嘅，呢個田王嚟嘅。咁我粗略下，即係簡單介紹下啦。呢一件咧都係屬於清中期嘅一件田王嚟嘅。咁呢件出處咧就幾好嘅。台灣有一間私人博物館叫鴻禧博物館，好出名嘅，佢收田王係好出名嘅。咁呢間博物館就後尾就即係冇再去經營啦。咁佢有啲嘢就流失咗出嚟嘅。咁呢件嘢就係我收鴻禧博物館嘅其中一件作品嚟嘅咯。裏邊亦都有即係名家篆刻啦。咁佢雕刻喺上邊嗰啲嘅，呢個叫做國意啊。咁佢係咪都有個意思意境喺度喎？即係雕喺上邊。係嘅。佢通常咧即係或者會有故事，咁樣好多時咧都係簡單一啲咁嘅山水啊，人物啊咁樣咯。阿威文可以睇下啲。鴻禧博物館咧係我哋玩金石嘅朋友裏邊咧，我哋自己私底下咧係如雷貫耳嘅，因為當時擺喺台北嗰邊嘅私人博物館裏邊咧，佢嘅含金量同埋佢個藏量非常之高，應該係 number one， 非常之高嘅。即係民間嘅收藏嚟講嘅田王係。咁而家呢一件咧係薄意，點解要用薄意咧？就係因為盡量保留田王嘅形氣同埋大小，咁所以咧薄意嘅演繹係最適合田王嘅稀有嘅印石先至運用喺度咧，就達到最高嘅效果。咁尤其是係清末陣時咧，咁就薄意嘅演繹係用喺絕對貴重嘅金石嘅雕刻裏邊，先至係發揮到最高嘅效力啦。咁呢件係文人作品嚟嘅，因為佢嘅雲啦、佢嘅山啦，甚至乎佢嘅河流啦、小洲啦，咁呢啲咧亭台樓閣同埋啲雀鳥啦，其實都係非常之有呢個文人氣。咁加上佢嘅篆刻啦，咁成件作品咧，其實稱之為工藝、石質、薄意、篆刻，都三樣都係達到一個非常之高嘅藝術水平。咁相對佢個價位咁重手，咁亦都會真係非常之貴重千金啦。